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The Tarot 11月雙魚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雙魚座11月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雙魚座，如果你而家有另一半，又或者有個發展緊嘅對象，就要小心啦。我會見到你而家身邊嘅對象會係一個好成熟穩定嘅人，佢對你嘅感情係認真同埋好實際。咁但係有時你會覺得佢太過穩定啦，所以係有啲悶嘅。而就喺呢一個時候，身邊可能會出現一個對象，佢係好主動、好熱情，而且係有吸引力。佢嘅出現會令到你覺得好刺激、好有新鮮感，係有啲難抗拒嘅。咁亦都因為咁，你會俾佢一步一步咁樣接近你，但係要小心啲啦。我會覺得呢一個人嘅出現，其實係邀請你進入一場混亂。佢未必真係一個壞人嚟㗎，但係咧，我會見到佢嘅能量係好衝動、唔穩定、冇界線啊。咁佢會令到你本來嘅感情變到好混亂，甚至會令到你後悔。咁所以我會建議今個月嘅雙魚座要保持清醒，要問自己究竟你係想要刺激定係安定？有啲人真係好吸引、好好玩嘅，但係就唔一定可以行到好長遠。另外，我見到有啲雙魚座對於感情咧，你係好單純，你而家係真心中意一個人，咁但係暫時我會見到你嘅對象對你係冇乜感覺嘅。咁不過你唔會驚，你都係會想去到嘗試，但係要俾心理準備你。你有時候可能係太過樂觀，會有多少少嘅幻想，亦都我見到呢段關係唔容易會開花結果嘅。咁雙魚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